请想看阿母的愿望。人生的路，阿关啊，阮俊英是故意人呢，你唔好敢拍着惊着咧。就是因为故意啊，所以哦，我唔才会遐尔介意你。水啊，你讲啦，你是毋是足介意我？你讲啊。哦，俊英啊，你真正无简单，你的面子够大呢。看等台北遮久啊吼，将来王老板都唔捌招我来这个所在。我来讲哦，唔是我家嫂咧操蛋，你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。你哦，你一定会成功。来，不要放弃啦，甲王老板敬一下吼。加瑞哦，加瑞哦。我陪你见王老板。王老板，我敬你啦。来，金良。来，我嘛来，来，安尼啉着。哈哈，吃了，嘿嘿。对啊，你刚来台北尔吼，我看酒卖啉上济啊，连到要啉酒的机会还足济。尤其做咱这道生意的哦，交地应酬免不了，但是出来放较轻松的啦。我看安尼啦，咱两个才结束啊，要啉另外再搁啉啦，吼。好。阿关啊，买单。你买单啦？俊英，你后摆啊，较少来看我哈。好，会使。阿妈来带俊英来我店里哦，顶贵厝啊起装。安尼哦，多谢，俊英。甲王老板敬一下，来，多谢，谢哈。哎呦，俊英啊，这真客气，看需要啥物话，去遐传的。免啦，我去抓起来台北，我家己有炸钱啦。免客气诶，正经免啦。要无后摆若需要啥物话，做你讲，我尽量来斗相共。多谢王老板。饭喝啊，来。哦。好，来，慢慢来。对，哎呦，哦。秋明啊，多谢你哦。爸，你哪甲我说多谢啦？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你若是有需要我到三间所在，你唔通客气，尽量叫我哈。好啦。你家豆豆细嘿，吼，啊伫外口，啊要安尼发声一下。好啦，我知。我是安那要搁拖你遮济人，我甲美满人结婚，到底是对还是唔对？要成功。哎呦，你拜托，我家下会操蛋，该讲你袂晓办人遐济对无？我一定要成功。哦，你即摆是真正最啊惊啊醉啦！你莫话，你话咧，处处今日甲你赶出去，你知影无？啊，你别烦恼啦，处处总若是赶吼，伊嘛是赶你，袂赶我啦。我是谁啦赶我？你唔知影，昨暝你啉酒醉吼，比我即摆较凄惨咧。我有啉酒醉哦。有啊，哪会无啊？昨天啉到外口大门人吐甲规个啊！啊，所以，你讲你要去放尿？我有讲哦。我学你讲，我哪？你个吼，安尼咕隆咕隆，我甩你个底下我看甲大声声，俊彦啊，紧个啊，来甲我开门啊，我要闯出来呀！我放尿声声啊坏啊！昨暝你弄我上个门，你知无？是啥个门啊？你拄才讲想要甲咱赶出去？头家娘啊，係嘛？这我拖出来无啦？无啦，你放心啦。昨你拄啊拖落，头家娘门就开开啊。然后差一叔叔啦，叔叔啊，就甲抓掉。哎呦，后面倒我出只我无拖落啊你啦。这比赛，我感觉真奇怪呢。我来遮济工啊，迄王老板啊，逐工拢带我出去跳舞、啉烧酒，拢袂叫我去做工课啊。哎呦，俊英啊，你放心啦，王老板对你啊器重吼，是不是？对咱遮器重吼，我想伊自然有安排啊。你感觉王老板这人啥款？嘿啊，讲到伊哦，不是我咧操蛋啦，伊个人哦真正豪爽的啦，你会记得无？
恁后壁结婚你讲吼，我要甲借车，因为第二句话无啦，对不对？我嘛感觉伊是个好人。嘿嘿，我一定要成功，我一定要成功。拖底咯，拖底咯。爸妈，我点遮真好，王头家甲我当做伊家己后生，共一看去看待，请你唔免烦恼。最后祝爸妈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还有阿哥，你爱认真读册，将来出社会人才会器重你，千万爱记的。无啊。无咯，秋萍啊，配写迄个地张，你念2句话就无啊？美满，人迄哦，真正是要写互秋萍啊。咱是顺线安尼啦，若无你看，写一张批哦，咱敢若一句身体健康，那就无。爸。不要讲，秋萍，我心肝足想你的，我相信今嘛你嘛甲我同款足想我的对无？我一定认真打拼，1年内，互你叫全世界上界缘投的新郎。当然啦，上界缘投的新郎都要娶上界水的新娘。秋萍，你一定爱等我哦。秋萍，秋萍，来顺，来顺，我拢无注意你来，你伫哪时来？拄仔来啦，家己叫你都无听到，是最近写两个好呀。你要交头毛哦？你毋是讲这来教？我今日要收面啦。哦，好，无你请坐。头家，有人客哦。好啦好啦，叫你等一下啦。哦。你稍等者吼，我来摕物件。我抢物件。来孙啊，是你啊！哎呦，你真正是好人客哦，一礼拜来3天啊！嘿，我若像你这好人客哦，无规工我就饱死啊！安尼啦，你是好人客哦，归去啦，今仔日啦，我叫徐姐来收啦哈。哈，头家，我袂用的啦，我的功夫爱袂用的。哎呀，你放心啦，做咱这道除了爱顶真有啊，而且爱有胆量啦。你去干干那收粒鸡头，有啥物路用啦？我再讲啊，人来顺啊，伊是好人客咧，你若收了无好啊，伊也袂怪你啊。了顺啊，你给我点，吼。袂用的啦，头家，我真是无迄个胆。秋萍，无要紧啦，我对你有信心。哎呀，秋萍啊，你是咧惊啥啦？来啦，你放心啦，我踮你边啊，你若收了无好，我该甲你教啦哈。真是无要紧啦，我相信你一定做得真好。对啦，我是希望你早日去出师吼，趁钱甲我都趁较济啦。哦，安尼就好啊，安尼就好啊，来，你这摸一摸。好，安尼就够，安尼就够。摸咧啊，好，遮优秀。对，安尼收了真好。卡叔啊，我若后带着你老婆做，唔知偌好。你休息一点，来，我甲你教。来孙，其实你免逐工来接我下班啦。无啥物啦，都最近较闲啦，而且最近要去台北的时阵，嘛有交代，叫我得好好照顾你啊。对啦，你厝内若有啥物较粗重工课吼，你着尽量甲我吩咐，免甲我客气啦。来孙，我无歹意思，我只是惊
有人会误会。秋萍，你有够袂见笑的呢！俊英才拄走无几工尔，你就来诱拐阮来顺啊！你是狐狸精心，见一个爱一个。阿兰，你这要要讲啥？我是咧讲啥？我是咧讲，咱庄园内底有一个狐狸精，叫做王秋萍。啊，你听清楚无？狐狸精，狐狸精，狐狸精，狐狸精！阿兰。 阿兰，你实在是误会啦！来顺，伊只是足单纯来接我下班而已。你莫讲到遐尔歹听好唔？嫌我讲话歹听，那安尼你就莫做这种见笑的代志啊！阿兰，你要倒去？倒去会用的啊！你跟我做倒去啊！来顺，阿兰，先歹势，来顺，无我先来去。秋萍，放手啦！秋萍，阿爸代志咧找你啦。 这个算啊，我袂晓啦。啊，我看卖。哎呦，我到这条我嘛袂晓咧。哦，等你若去转来，你再甲问呢。好啦。啊，会晓成色啊？哦。爸，我倒转来啊。秋萍。哎，爸，你是有啥物代志爱我做？哦，无啦，我是讲吼，一摊代志想要问你一下啦。哎。 恁厝以前吼，敢捌发生这奇怪的代志？哦，亲像讲新闻人来啦，也是安那。爸，这几天啊，是毋是有发生什么代志？无啦，无什么代志啦。啊，若无就好啦。哦，对啦，阿公讲算数袂晓吼，啊无你甲看卖者吼。 小心嘞！好。阿公，你倒一条袂晓？这条啦。哥。哥。爸伊，这几天出来有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是毋是有？紧讲啊！阿姊，迄是阿爸叫我袂使讲的哦。迄天有一个无熟识的人来找阿母，伊阁有摕一个红包呢。啊，阿爸甲红包拍开，竟然是包银纸哦。你敢有看清楚迄个人是做啥物款无？迄个人戴一顶帽啊，啊个哦阿姊哦，我嘛袂晓讲啦。这件代志，别让妈妈知影，别让妈妈烦恼，知无？哦。 若是阁有啥物代志，一定要甲来甲姐姐讲。嗯。真好，少年人吼会晓食苦，佮知影拍拼。我公司吼上需要这款人。对了啦，错档诶，像俊彦吼，这样好的人才哦，恁公司就上需要的啦。对对。华堂，我敢讲绝对袂看重担呀。 我是咧想讲哦，因两个若留伫咧我公司，我感觉足无彩。少年人有因的专长，应该互因去发挥啊。多谢。这样，目前咱公司员工100几人，还搁在增加中。今日咧，我叫你来吼，我是要甲你讲，我有一个计划啦。我想要发展中南部的市场。 简单来讲，我就是要叫你负责中南部的业务。错当诶，啊，毋过我啥物经验都无，我恐惊无迄个能力啦。嗨，这你放心啦，我这个人做代志哦，无做迄无把握的代志。多谢错当你的提拔，我一定尽我专业去做。我相信你一定做得袂歹。哎，我有一件代志要甲你讲，好，我做生意的理念。 都是有钱，大家来，好。
我希望我的干部大家拢有股东的观念，安尼大家吼才会拍拼。最了，这是一个机会啦，你好好啊考虑，不要紧，我等待你的消息。多谢蔡董诶，我会真紧替你答复啦。我先来走。好好。王老板，一切照咱的计划。头家，迄个红茶上贵的一杯啊！好。俊宁啊，哎呦，免考虑啊啦，有遮好机会哦，唔是我家嫂咧操蛋啦，我一世人哦，条工要去找都找袂到，你知无？我嘛是安尼伫咧想啦，也毋过哦。哎呦，啊你是咧唔过啥话啦？啊人咧抓到嘛讲了无唔对啊？迄股东也愈济吼，咱的力量愈大，你知影无？你无听人咧讲，你若要偷掠鸡吼，嘛爱一片米对不对？我讲啦，做什么工课哦，拢爱先下本钱。你也是我搁考虑者。你嘛较拜托的，俊玲啊，免考虑啊啦。你也袂亲像我这只鸡公着咧学飞对无？你是一个有实力派的，你即摆吼是干那欠钱啊对无？都是钱的问题啦。但我才拄来台北尔，我着要转来厝的人提钱，我是免来甲阮阿爸讲啦。俊玲，你放心，只要你这个心哦，我家嫂也听你。钱的代志哦，我来想办法得。你钱是要对倒来的？你放心啦，不一定哦，我袂甲你阿爸客就死啊啦。俊玲啊，无规气安尼啦，我也股东一份，咱做伙来做好无？你免哪有钱啦？哎呦，免烦恼啦，规定我袂去人偷啊，袂人抢啊。你明仔载哦，随甲蔡董来讲，我把钱哦无问题，你会当哦就是去上班啊，对无？这你唔通放袂记，我的一生只有你有交代的，我也记在心。我甲恁讲吼，恁真正拢想袂到的啦。迄俊玲啊吼，去台北较几工啊尔吼，唔是我家嫂咧操蛋，迄头家偌欣赏伊的，敢知影？一开始哦。就互俊玲啊做组长，你来看相片，鸟话俊玲啊穿西装，坐踮咧办公桌啊吼，你看你有欣赏啊无啦？你来讲，迄拢我家嫂的功劳呢。我就知俊玲哦，一定有出团的啦。哇，这束西装哦，这束西装可是要好看呢。可是哦，真正若请我的先生哦，我唔知要安怎话因斗呢。要唔过吼，我唔知你当时才有机会通穿。对了，哟，有啦，绝对有机会啦。等到你娶某的时阵哦，衫哦，才做时阵送你啦。有影，衫，多谢好衫。阿弟阿嫂，咱后日去表演时阵哦，咱是不是通穿这西装来表演？咱是咧做歌戏呢，穿西装是来表演，你是要别讲穿啊，是要别讲穿啊？拜托的啦。我家嫂即摆吼专工等台北落暗，是要甲你讲西装的代志呢。无你想要讲啥？报告吼，探钱的消息啊！探钱的消息？嘿啊！我讲，就是迄个俊玲啊吼，会当做头家咱大家拢会当探钱的机会啦。是的哦。就是的啦。我来公司哦，想讲要来放花呢，拄好欠一寡资金就对啦。你哦，唔是要甲咱这乡亲大家招，我即摆是讲吼，要招一阵会叫大家来对安尼啦。是我家嫂操蛋，这种生意哦，绝对会趁钱的就对啦。好，希望大家支持好不？好啦，既然俊玲哦有遐好的机会，咱大家应该甲伊斗相共。而且伊也毋是甲咱招的啦。对啦，电话啊利息哦，嘛比银行较悬嘞。我用要第一卡。打起来了，